我哋嚟啦！魔都外灘燈火璀璨奪目，我哋嘅行程仲精彩啊！2026年先全新開業嘅湖州南潯萬豪酒店，玩南潯水鄉，感受江南小橋流水人家。我哋入住特有嘅大象酒店，大象會吸水，住過好搭水喎。南京紫清湖溫泉酒店，浸下純正天然溫泉真係好寫意㗎。登臨牛首山佛頂宮，瞻仰世界唯一嘅佛頂骨舍利，裏面金碧輝煌，外面春色滿園。夜遊中國最有禪意嘅蓮花灣小鎮，喺度睇埋禪行光影 show。正所謂佛祖蓮花一笑，為你花開滿城。惠山古鎮，黛瓦粉牆，雕梁古巷。目光所見都係水墨丹青咁靚，仲有108個祠堂，全世界只有呢度先有啦。冠絕江南嘅獅子林，將太湖石嘅秀皺流頭游入亭台水榭之間，一步一奇石，一石一乾坤。獅子林入邊嘅太湖石假山迷宮，步步佳景。我哋仲可以漫步喺西塘古鎮，體驗着漢服簪花嘅古典雅韻，感受江南水鄉嘅獨特文化氣息。食嘅話當然要有特色啦，江南4大名菜，鮮美嘅太湖300宴，非遺傳承嘅南京鹽水鴨，杭幫菜嘅代表作酸甜可口嘅松鼠桂魚，姑蘇風味嘅傳統東坡肉肥而不膩，嚟到梗係要試齊晒佢啦！3月28號首發團，4000幾蚊玩轉嚟象新江南，65歲以上嘅長者再減多80，快啲 call 我哋留位報名啦！